操作语音助理，手机的语音助理。就说 OK Google， 请开启 YouTube 影片，朗读维摩诘所说经。会出现这个影片呢，出现这么多影片目录了，还会 OK Google， 请开启 YouTube 影片，朗读维摩诘所说经。再按这个叫麦克风了，再按，也用手机方按这个屏幕叫 OK Google， 请开启 YouTube 影片，朗读维摩诘所说经。如要启用、关闭或变更 OK Google 设定，请清楚下方的 Google 助理设定。如果需要逐步操作说明，请Google 助理设定。启用 Voice Match 的功能，在萤幕开启时，说出 OK Google 就能随时存取你的 Google 助理呢。萤幕开启的时候，只要说 OK Google 就可以了，就是 Voice Match 功能更方便了呢哈。有这个设定更方便，就不必按那个萤幕正下方中央的圆圈圈 Home 键了。这叫免持模式设定，就是说不必碰到手机萤幕就可以操作 OK Google。智慧越来越高，就好像从有线到无线，然后从有持手机到没有持用手机，有碰到手机萤幕跟没有碰到，这样就算你进步了啊。